大家好，歡迎嚟到 NFA Centre 星期六嘅市場更新影片啦。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影片嘅內容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可以俾個 like 呢條影片啦。同時都可以上 NFA Centre 睇更加多相關嘅內容嘅。我哋都會有 Threads 啦，同埋 Telegram 咧，會定期更新成個市場嘅資訊嘅。事不宜遲啦，我哋立即開始啦。咁啊，啱啱嘅星期五咧，我哋就見到咧市場上啊，我哋要見到最新咧已經有一個嘅回調啦。咁我哋上個禮拜當個美股仲升緊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話預期6月咧美股會回調，港股咧就未有運行啊。咁點解會講啲咁嘅嘢咧？咁今個禮拜咧，我哋會再講多少少咧，究竟恒生指數會行到邊啦？呢個嘅 S&P 500會行到邊啦？咁樣，咁最主要咧係講呢一兩樣嘢啦。咁啊，我哋前幾個禮拜咧已經講過噶啦，我哋喺4月已經會見到咧，當我哋恒生指數除以成個貨幣供應 HSI 除以 Hong Kong M2 嘅時候咧，喺4月20號咧，我哋見到一個交叉出現咗啦，就係講緊20週平均線喺下邊啦，50週平均線喺上邊咧。咁呢一個嘅叫做死交叉形成咗之後咧，我會預期咧港股係 keep 住會轉弱嘅。OK， 港股會 keep 住轉弱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見到呢幾個禮拜都的確係轉咗弱啦。咁但係會跌到邊度呢？同埋我哋用歷史嚟睇，究竟我哋會見到港股會跌幾多先至會停呢？喺邊個位會揾到 support 呢？就係我哋今日影片即係恒生指數入邊最主要嘅內容啦。咁喺我哋估計成個恒生指數行到邊嘅時候呢？咁我哋首先呢，就要睇翻我哋今個禮拜呢，成個嘅港股呢。其實一開始係升嘅，今個禮拜升嘅 ，OK， 我哋會見到咧，佢測試咗呢條 OK 橙色線20週平均線啦，上咗25,000點、25,900點，然之後咧最後收呢個禮拜收而去翻25,100嘅。咁而我哋都會見到呢條橙色線同埋呢條紫色線咧，其實如果港股繼續咁樣跌落去咧，我哋會見到咧未來呢一個禮拜咧就應該會出現呢一個。OK， 唔喺 M2 上面啦，係恒生指數已經會出現呢一個死交叉。咁過去上邊我哋會見到呢一啲交叉會出現咗啲咩咧？我哋見到 keep 住都係 drawdown 啦。我哋見到例如話呢一個 crossing 啦，然之後又 keep 住成個 market 都係 drawdown 啦。究竟 drawdown 幾多咧？同埋根據歷史上面，我哋見到會真係跌到去邊度先至完呢？咁我哋咧就喺睇完即係嗰個歷史之後咧，我覺得咧今年嘅恒生指數咧，其實同一年咧同某一年嘅恒生指數係非常之相似嘅，當然個 market 都係有啲相似嘅。嗰年咧就係2018年。OK， 畫面嘅左手邊咧，我見到2018年同2018年有咩相似咧？就係我哋首先睇下 OK，2018年嘅1月咧 OK 有個頂喺度嘅，2018年嘅1月。我哋今年咧1月有個頂，咁然之後咧佢2月咧有個 drawdown，OK， 然之後我哋嘅2月、2、3月咧有個 drawdown，OK， 有個落咧有個回調咯。咁然之後咧喺6月咧 ，OK， 成個 market 咧就真係落翻去啦。OK， 落到去邊咧？係由6月跌到落10月嘅，由6月跌到落10月，咁如果我哋都由6月跌到落10月，跌到邊咧？咁轉頭再講啦。咁首先呢一樣嘢我就見到個頂啦。OK， 1月個頂，2月個底，然之後咧我哋見到6月 keep 住落去，我哋而家開始6月似乎都 keep 住落緊去。咁同18年除咗呢樣嘢之外，有咩相似咧？就係第一，18年咧亦都係特朗普嘅一個佢自己總統嘅任期啦。同時間 ，OK， 同時間2018年咧都係中期選舉年嚟嘅，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年。OK， 咁然之後咧，我哋如果睇由1月個頂，由1月個頂去翻18年嘅6月 ，OK， 6月18年嘅6月，佢大概咧係跌咗9%嘅，即係6月嘅第一個禮拜，2018年嘅1月去到6月嘅第一個禮拜跌咗9.45%。我哋而家由今年嘅1月去到而家呢一刻 ，OK， 上個禮拜收報咧大概都係10%，OK， 大概90%，即係9同10%度啦，都係一樣喺年頭有個頂，然之後去到6月中跌咗10%。咁然之後我哋就諗啦，如果我哋真係呢件事真係發生嘅時候，
由1月個頂去到10月個底會跌幾多呢？就會跌到26%。咁如果今年又跌26%，個底會去到邊呢？就係20,008點附近。就咁聽落咧，好似好悲觀啊！就咁聽落好似好悲觀，但係我哋會睇到一個 pattern 啦。中期選舉年，特朗普嘅執政年份，1月有個頂 ，OK，2、3月有個底，6月就 keep 住跌落去。似乎而家 OK 又見到個死交叉出現咗，會唔會出現呢？然之後去到10月咧，我哋會見到去到綠色線嘅綠色線咧，呢條就係200週 OK 簡單移動平均線200週 SMA。咁如果我哋跌26%，一樣都係去翻綠色線200週嘅移動平均線喺20,008點附近。咁所以 OK， 所以我哋會見到有好多跡象咧，似乎我哋同18年係相似嘅。咁就睇下呢幾個禮拜究竟會點樣行法啦。OK， 咁所以就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即係有好多 sign 嚟嘅 sign 啦。啱啱 M2 20週、50週前4月已經 cross 咗，我哋嚟緊今個月20週同50週嘅 SMA 呢兩條線又會即有個死交叉。OK， 好多 sign，例如話1月有個頂，2月有個底，跟住 keep 住去到10月有個底。如果真係咁樣行落去，咁我哋就嚟緊要準備港股咧會有一個相當之大慢慢嘅回調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另一樣嘢咧就係18年同而家嗰個嘅貨幣嘅一啲政策咧，其實都係有啲相似嘅。就係我哋見到18年咧由頂去到個底咧，就係喺聯儲局升緊利息嘅時候，但係嗰陣升緊嘅時候咧係講緊1點幾升到2點幾嘅啫。而我哋而家呢一刻咧 ，OK， 我哋而家呢一刻嘅interest rate 嘅利率水平係3.75啦 ，OK， 3.5至3.75啦，喺呢度附近。咁其實你會見到我哋比18年有一個更加緊縮嘅貨幣政策啦，我哋會見到 ，OK， 咁所以我哋會見到，而且個市場亦都 expect 緊今年年尾甚至下年年頭會有機會加息啦。咁我覺得呢度係相似嘅，即係一路個 market 都係一個緊縮嘅情況出現，唔係一個 OK 大量印錢，然之後就貨幣成街都係嘅情況，似乎而家都唔係咁。即係咁，所以而家點解話同18年好相似就係呢一樣嘢。咁所以好值得我哋去繼續留意啦。咁我哋講緊喺講美股之前呢，咁我哋就睇一睇呢個美國聯儲局嘅下一次會面啦。我哋有個新嘅聯儲局主席啦。咁嚟緊咧就係講緊10日之後咧就會正式開會，開第一次會。OK， 佢作為主席第一次開會。咁市場係點樣估咧？而家呢一刻 OK， 我哋見到咧喺下年嘅3月咧係有大概率嘅機會咧加息加落去3.75去到4厘嘅，3.75去到4厘。OK， 前嗰幾個月或者前一兩個禮拜我哋曾經都見過，最早可能係今年9月已經有機會加息啦。因為我哋見到啱啱最近嗰個禮拜美國嘅非農就業職位做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見到有嘅通脹即係非常之勁啦，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係有機會，即係個市場做得咁好咧，有機會驚過熱嘅情況，然之後需要加息啦。咁所以睇下新嘅聯儲局主席究竟係點樣睇呢件事啦？究竟佢比起鮑威爾會唔會有個新嘅睇法，有個新嘅解釋咧？咁我覺得都好值得我哋10日之後去睇。但係呢10日 OK 10日或10日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個市場咧都會相當之波動嘅，相對上相當之波動，尤其是咧，即係我唔再攞啲圖表出嚟睇啦。但係咧，我哋喺更換聯儲局主席嘅時候咧，通常咧 ，OK 個 market 都係會 drop 一 drop 先嘅，啲 market 都係會 drop 一 drop。咁所以就點樣去行啦？咁我未來1-2個禮拜，我覺得非常之重要啦。咁另一個啦，我哋就係睇SPX 啊，即係一個嘅標普500指數，究竟 OK？ 我哋上個禮拜已經講預期6月有個回調，咁6月初 OK 第一個禮拜即刻有個回調，仲要係講緊1日之內 OK 跌咗差唔多3%啦，而家2.59%啦，究竟會跌到去邊呢？咁其實咧，我哋之前就講過啦，即係我哋前嗰幾個月已經即係一路都喺度睇呢個嘅水平啦，就係 SPX 除以成個貨幣供應啦，美國嘅貨幣供應啦，我哋會見到我哋已經去翻00年 OK 科網股爆破嘅嗰個 bubble 啦，
再之前咧，我哋亦都講過咧，當呢個納斯達克指數除以成個貨幣供應啦 ，NDX 除以 M2，其實咧我哋講緊18年嗰陣咧已經突破咗00年個頂㗎啦，即係如果納斯達克嘅科技股指數啦，我哋見到25年嗰陣已經到咗個頂㗎啦，然之後嗰陣就有個關稅，有個 drawdown 有20%。你話呢一刻會唔會即刻 drawdown 20%？我又覺得唔會嘅。咁但係6月咧通常都係一個比較弱嘅月份啦。然之後我哋又見到即係嗰個標普500指數穿過咗除以 M2， 即係除以成個貨幣供應穿過咗個頂之後，我會預期有個回調。咁而家咧佢已經喺翻條線以下啦。OK，2000年嗰個頂以下。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即係會有個回調啦。同時間咧，標普500指數咧，其實同18年咧都一樣有個相似嘅，就係咧我18年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我哋今年年頭啦，去到1、2、3月嗰個底咧係跌咗10% 度啦，跌咗10%。如果你去翻2018年咧，2018年 OK， 我哋都係喺翻1月個頂啦。拉翻落個底咧，其實都係大概11%，所以我就會覺得話同18年又好似啊，即係美股都係好似啦，又係跌咗10%。咁然之後咧喺6月嘅時候 ，OK，18年嘅6月嘅時候，連跌咗3個禮拜，跌咗3.6%，跌咗3.6%。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啱啱呢一個禮拜5啊 ，OK， 已經跌咗差唔多3%，2.6幾啦 ，OK。咁所以我會預期6月咧，美股係不嬲都係一個偏弱嘅月份嚟嘅，咁所以今個禮拜啱啱上個禮拜跌完之後，會唔會話即係嚟緊聽日開始之後就會即刻升翻？我覺得似乎都有機會，仲有多2-3個禮拜係會跌落去嘅咁樣。咁然之後個重點係咩咧？你會見到喺6月有個低位之後咧，個市場會 pick up 翻。OK， 喺暑假嘅時候，喺9月啦有個頂，然之後咧喺10月就有個market crash 嘅 ，OK， 有個炒車嘅情況出現啦，有個頂去翻落個200週移動平均線咧，係跌咗20% 嘅。咁所以即係你話而家已經跌咗2點幾個 percent， 會唔會再跌多啲？我覺得都絕對有呢個機會，尤其是聯儲局有新嘅主席啦，10日之後開會啦，市場有加息嘅預期啦。咁似乎如果真係會跌翻落去200週移動平均線咧，咁呢個都係相當嘅機會啦。喺年尾都有機會有個大少少嘅跌幅啦。咁我唔能夠話究竟會跌幾多 ，exactly 幾多？但係似乎第4季係好有機會會有一個比喺年初更加大嘅調整嘅。咁但係咪代表我哋呢個暑假7、8月唔會做得好咧？就唔係嘅。OK， 通常喺6月見到個短期嘅底，然之後7、8月去翻新嘅頂部之後，先喺年尾跌落去嘅啫。咁所以點解呢幾個月以嚟，我哋喺 Threads 上面，喺 Telegram 上面，我哋一路都係話有個預期，就係美股 keep 住會做得好，但係今年嘅波動會比較大啦。OK， 咁我哋而家會見到6月有機會有個波動啦，然之後可能年尾會有個波動啦咁樣。咁所以就睇下個市場究竟最後係點樣行出嚟啦。我諗我哋下個禮拜亦都即係距離下一次嘅聯儲局開會得翻3日啦。到時我哋又可以睇下成個市場嗰個走勢究竟會唔會好似我哋嘅咁樣睇啦。咁市場其他嘢即係除咗即係你見到啱啱呢一個星期五啦，基本上黑色星期五咁滯啦。OK， 乜嘢都跌，Nvidia 一日跌咗6% 啦。OK， 如果 Nvidia 跌得10% 嘅話咧 ，OK， 如果 Apple 我哋會見到 Apple 咧就冇乜跌嘅，我記得就 Apple 就只係跌咗1.25%，而 Nvidia 咧跌咗6%。如果 Nvidia 再跌得10%，而 Apple 唔喐有機會咧，全球最大市值嗰個咧就唔會係 Nvidia，會變翻 Apple 噶。咁所以就有呢個機會啊。咁所以就嚟緊亦都係下個禮拜亦都有 Apple 嘅 WWDC 啦，即係個開發者嘅大會啦。咁睇下即係 Apple 會唔會即係做翻好少少咧？相對上成個 market 嚟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我哋見到 2-year yield 啦，就係美國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咧，其實而家係喺4.145啊。OK， 再高咗4.145。我哋之前講過噶啦，就係 2-year yield 咧，基本上美國聯儲局嘅利率咧係跟住 2-year yield 行嘅。2-year yield 上咧，通常聯儲局都係要加息嘅。OK， 我哋之前咧 overlay 過好多次噶啦。
呢個係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啦，將佢成個 2-year yield 擺落去咧，你覺得就見到啦 ，2-year yield 上，跟住就加息咯 ，2-year yield 落 ，OK 減息，而家 2-year yield 升喎。OK 呢段時間我哋會話係一個neutral rate 啦。均衡啦 ，OK，2-year yield 同埋美國嘅 interest rate 係一樣，OK，都係大概3.8到4厘。而家我哋去到3.75，即係我哋而家嗰個聯儲局嘅利率係3.75、3.5至3.75。但係而家講緊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已經去到4.1啦。OK，除非個孳息率大跌。OK， 落翻去翻3.75、3.5嘅水平。如果唔係咧，聯儲局好有機會都係要跟住呢個 2-year yield 行，而去有一年尾甚至下年年頭加息嘅。咁如果加息嘅時候，市場流動性繼續唔夠咧，其實即係例如話一啲高風險嘅資產，例如話 Bitcoin 啦，其次嘅一啲高風險資產就係 Bitcoin 之後，我會覺得可能係 QQQ 啦，啲科技股嘅指數啦，或者係科技股啦。會面臨更加大嘅一個回調啦，咁樣咁都係有一個機會。咁所以就即係我哋要密切留意，即係呢個 2-year yield 嘅走勢啦。即係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究竟點樣行，其實都會有一啲對於我哋一啲未來有啲啟示嘅。咁呢個就係大概今個禮拜我哋嘅內容啦。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意見，都可以喺條片下邊留言啦。咁同時咧都可以 join 我哋嘅 Telegram 嘅頻道啦，就唔使錢嘅。咁亦都有個 Threads 啦，咁我亦都會定期咧去擺一啲嘅市場最新嘅 update 喺上邊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